台灣墳場變果園，施肥種愛民芒。呢一度係台南玉井一個公墓，據當地嘅民眾講，好多葬喺呢一度嘅先人都無法安息。原因係當地有果農將公墓變成果園，狂種芒果樹，部分嘅樹根更加伸延到墳墓入邊。不時傳出樹根前棺，甚至喺執骨嗰陣發現先人遺體被五花大綁，驚嚇場面啊！樹上等收成嘅大批愛民芒都套上白色嘅袋，遠睇白茫茫一片。有果農就踩上墳收割，有人就話果樹吸收咗施肥之後，生出特別甜美嘅愛民芒。而果農已經非法霸佔公墓種植芒果30年啦。記者就睇到佢哋每日將從墳場收割嘅愛民芒運到市場賣。台南玉井有芒果之鄉之稱，所種植嘅愛民芒最著名。除咗喺台灣本土受歡迎之外，亦都係香港人嘅摯愛，好多都買嚟做手信㗎。但係當中可能有公墓果園嘅出品啊！記者將墳場嘅芒果攞去俾佢化驗。發現甜度真係特別高喎，咁樣會唔會食壞人㗎？一切生物死亡咗之後，經過呢個腐化過程啦，最終都變翻一啲好簡單無機嘅離子嚟嘅。腐化過程咧，亦都係有個殺菌嘅作用嘅。佢話根本無需擔心產自墳場嘅果實有毒，又或者影響健康。中意食芒果嘅佢亦都話，只要果實唔係製品，食咗都唔會褻瀆先人。如果你話唔係供奉，只不過生長喺附近係冇問題嘅。不過亦都有本港嘅果商話，如果知道芒果係產自墳場，怕客人心理有恐慌，所以一定唔會賣喎。